你这边差别，你们差别。那打不起的。我们去那个家了，比较远，2英里。不搞好嘛，好玩干不熟嘛，从哪个牛来了？好嘛，水哪里啊？比那鸡啊比，你哪牛啥子牛了去？哎，好多钱了弄？那不买呗，你哪呀？你哪个买牛来了？买呀，给你的，哪个牛来了？给你的，你大概买一个来一个，这干嘛的去？你哪个牛来了？好嘛，拿手，好吧，看嘛拿手，你哪个牛来了？我这是个啥？你讲我拿手。没有，你是怎么参加的？